继续来看立法院的前院长杨锡坤办公室一个姓姓的助理，互对方来渗透，泄露着机密的资料，互中国。台北地检署裁定以20万交保限制出境。讲这个除了做过杨锡坤办公室的助理之外，嘛捌伫个国防外交的立委罗美玲的办公室做过法案助理。罗美玲知影这个代志了后，真着惊。伫帽仔穿红衫，豆豆行出地检署，伊是捌做前立法院长杨锡坤办公室的城市助理，因为涉嫌甲国会机密资料交予中央的政治人员，互地检署调查。根据了解，城市助理伫咧2019年到中国，伫咧朋友的介绍之下，向中国的政治人员吸收，甲国会机密资料陆续交出去，来换美金、人民票，佮有虚拟货币，悬数百万的报酬。敢若是因为要诱人入来，代志逼空，才互检举。检方嘛伫咧3月25出动搜查，最后20万交保，限制出境。那这个助理最后的一份工课是伫咧国防外交立委罗美玲的办公室做法案助理。非常的惊讶，2月份的时候他提出施政，那有让他经手到一些比较机密的资讯？没有，完全都没有。伫咧敏感度更较悬的国防委员会办公室，敢若有强拆的嫌疑，互立委是真着惊。若红点名的前头家前立法院长杨锡坤透过声明强调，城市助理2022年工作期间就发现行为有各样，了后就无搁加请，希望司法定情处理。匪谍竟然是出在民进党里面的时候。我想请问赖清德总统，你是不是应该郑重的出来告诉大家，今天这样的一个国安的一个危机，你要怎么去解释？国会办公室互中共侵入，面对在野党的质疑，飞碟可能就伫咧李我的身边。目前城市助理已经离开立法院，后续就等检调查明真相。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